真较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看国内武汉肺炎昨昏有新增加8例，拢是境外带病入来的。目前咱全台湾计共363例，其中有54个人已经解除隔离。昨昏新增加的8例内底，其中有3例是奥地利甲捷克的旅游团，这个团即马已经有9个人防卫着。那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主本拢是下晡，不过伫头拄仔是宣布讲，今日10点就要开记者会做详细的说明。国内再新增加8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指挥中心宣布，这确诊个案拢是境外移入。指挥中心讲，初步新增加的案例356例，是4月初3公布案例343例本土个案的翁婿，在2月23到3月17到美国工作。两个到即阵无爽快症状，卫生单位来采检，第5号确诊，研判是家庭互相烧胃。7号回来之后，他只有轻微的一个腹泻啦，那没有其他的一个症状啊，所以就没有他也没有去就医啊，所以在我们这个根据用健保资料，大概上呼吸道一个的症状去筛的话，应该是没有筛到他。案例357例是摩洛哥旅游团的团员，3月25出现发烧甲肺炎，3月26通报，在4月初5确诊。这旅游团总计有3个人确诊，其他14名团员内底12个人阴性，2个人检严重。那该旅游团先前有2人确诊为案250跟288。那案357是3月25日发烧26日由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那诊断有肺炎而通报。而案例359、360甲363例是澳籍旅游团的团员，由这团进前已经有6个人确诊。为着小心，卫生单位针对其他团员进行快速采检，这3个人也伫初5确诊。这旅游团有17人，其中9个人确诊，其他8名团员检验结果拢是阴性。有2个现在还在插管治疗当中，有1位领队过世嘛。其实他们3位都是体重过重的一个状况啊。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因为真侪景点观光客真多，客停车内底也无道理外开，所以讲在进前坐大众运输爱大催暗以后，1日起免将坐客停车 Uber 嘛爱大催暗，若是无愿意配合，客停车会使卖载，若是违规情形，上悬会使罚15000块。记者综合报道。春假期间，真侪所在、真侪景点人拢吵。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针对全台湾11个景点发布国家级的警报，而且环保署嘛要求这11个所在要加强消毒。屏东的垦丁、高雄的基山老街拢有做消毒，不过为消毒时间选伫下晡1点半，游客人当济时嘛引起批评。看到消毒车慢慢开过来，桌顶煮好的物件赶紧搬落来，惊讲这物件互喷到消毒药剂。伫边仔其他的小食摊，毋是用布盖起来，就是甲顶灶先收起来。高雄市环保局下晡执行基山老街的环境消毒。整条街都做吃的，你看我马上要把东西收起来。晚上会比较好一些，在这种时候消毒好像只是一个比较表面功夫啦，但是能把疫情控制住是最好。这个大头也是拢真无奈，不过为着防疫工作，大家也是尽力配合。游客也认为，无伫较消毒的时间点，应选伫暗时也是透早来进行。刚好在吃东西的话，就比较不方便，有点突兀啦，对啊。怎么说？就是大家都在逛街，突然一台车就来了。原本规划就是说，今天大家应该收假，人潮应该很少很多，但是我们已经排下去了。但就是说，下一次我们列假日的时候，我们会调整作业的时间。基山老街列入国家级警报11个景点之一，就算连假只有1天，出7号人较少。环保署紧急下令11个景点上班礼拜爱进行消毒。而台南的虎头埤风景区相关在警讯发布了后，游客减少真多，不过消毒工作也不用凊彩。针对民众较接触的地标，便所来加强消毒的工作。这些景点呢，大部分人潮都会比较靠近。那当然，这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尤其是厕所的部分。然后厕所的部分，我们也会针对那个里面去做消毒。我想这些本身国民要自己做好防护的工作，不需要等政府发布哪边不能去，哪边该做什么，应该从自身做起。屏东垦丁街路上早时6点也进行全面消毒，趁游客也未转去，人车较少的时阵，对街路也有店门口详细来喷消毒药剂。台
台东去加在夜市啊营业结束了后，对人较多的闹热的所在，有名的景点进行全面消毒。因为国家疾警部无甲台东列入，不过根据资料，4月初2到初4，台东来了9万车次，有过超过10万人，比起垦丁的人也较多。大家休息的时候来特别做一次的消毒，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在整个一个消毒的作业，我们是非常的谨慎。离假期结束，大家要倒来坐车的火车站、公车站、甲各地的商区，环保署也要求彻底消毒，一定爱甲传染机会降低。记者综合报道。清明连假，真侪人出门佚佗，就烦恼有新的一波疫情会行起来。新北市长侯友宜已经宣布讲，对今日开始要入去新北市府大楼，拢爱挂喙罨。那行政长苏贞昌昨昏走行程，伊已经甲带头甲喙罨挂起来啊。行政长苏贞昌视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真正看到伊甲喙罨挂开，伊要做一个模范，呼吁国人面对严重的疫情，爱保持警觉性。对台湾因为防疫工作做了有成就，受到国际娱乐嘛捐1000万片的喙罨，予外国的医疗人员。所新北市长侯友宜话话，这喙罨应该爱先满足国内需求，每一人每14天至少爱有10片。但是苏贞昌认为爱珍惜，大家谨慎的使用。避免浪费，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数字。有很多甚至很先进的国家，连医疗人员都没有口罩，14天9片，实在已经很不简单。我们也真的要习物，要珍惜。对清明假期有袂少入名的景点出现真侪游客，人甲人我真近无法度维持1.5公尺的距离，烦恼这出游的人潮会变成是防疫的破口。侯友宜宣布，初六开始，入入新北市府大楼爱强制挂喙罨。一进大门一定要戴上口罩，量体温。民众要进来，也前面要戴口罩，我们就必须要更加紧的防备。所以这也是叫善后处理。强力的鼓励，那是不是到直接规定的方式？我们可能还要再尊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想法。除了新北市政府，真侪县市嘛陆续宣布4月初六开始有新的措施，包括台北市高中以下的学校平常时无开放，基隆市是坐大众运输爱强制挂喙罨，高雄市是规定，若你是市府还是市议会所属的办公大楼爱写名登记。台南市是学生坐校车爱挂喙罨，佮有量体温。为4月初9开始，你伫台北市府的大楼、警察局、市立图书馆等等嘛需要挂喙罨。台南市是强制要求坐大众运输爱挂喙罨。防疫措施一波接一波。就是要确保防疫无浪芳。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欧洲、意大利甲西班牙疫情哪亲像有受到控制。意大利过去一天有525个人死亡，不过这数字已经是3月19以来上低。西班牙死亡人数嘛在降低，不过英国的感染人数即嘛继续压悬。英国的女王嘛特别发表演说，替大家加油，叫大家爱团结、爱勇敢。不过，女王一讲煞无偌久，防卫着的英国首相Johnson因为病情变严重，互送病院。Assure you that if we remain united and resolute, then we will overcome it.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当地时间初5真罕见发表演讲，向民众发话要有信心，一定会渡过难关。Better days will return. We will be with our friends again. We will be with our families again. We will meet again. 这是女王在位68年来伫耶诞节以外第5摆发表特别演讲，伊感谢医护人员、居家隔离者，也提醒民众遵守踮伫厝内底的指示。不过，女王演讲了后无偌久，首相强生就传出送病院。But he's still got a temperature. In a way, it shows this virus affect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ly. 强生3月27确诊10天来症状无相退，初5送病院。伊初3还佫伫咧影片讲话，表示家己好真济，只是有寡小症状。首相办公室强调，强生去病院只是做预防性检查，毋是紧急状况。英国当地时间初5确诊人数已经超过47000例，接近5000人死亡。有专家预估，新冠病毒恐吓伫英国夺走7000到2万条人命。防疫卫生大臣汉考克初5表示，少数人无遵守防疫规定，若是民众无自律，会考虑禁止户外运动。欧洲上严重意大利甲西班牙疫情出现希望。意大利单日新增加515人死亡，是3月19以来上低。目前总共有15000多人死亡，将近13万确诊，有2万多人康复。意大利政府指出，病例驱散开始平稳，死亡
亡数字也下降，显示疫情有较好。西班牙新增加6000多例，总共破13万例，单日新增加674人死亡，是过去一礼拜以来第一摆死亡人数伫800人以下，总共12000多人死亡。政府强调感染人数正在减少。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2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8000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1000多例，咱台湾昨昏加8例，目前是363例，香港有890例，日本是3800多例，南韩已经超过1万例。美国即马是全世界病例上济国家，嘛是上严重的，已经有超过33万例。欧洲的意大利超过12万8000例，西班牙是超过13万例，德国超过10万例，法国嘛有9万3000例，英国有4万8000多例，伊朗是超过5万8000例。即阵疫情上严重的国家就是美国，已经超过33万例，死亡人数嘛要活1万人。美国总统川普伊是警告讲，未来一礼拜是上艰难的时，会有更较侪人死去。另外，航空母舰罗斯福号进前是爆出疫情，航班调船长职务的克劳奇上校，即马嘛传出讲，伊去防卫着啊。美国航空母舰罗斯福号爆发武汉肺炎疫情，120个官兵确诊。舰长克劳奇上校因为求救的批被大家知影，被认为不当处理疫情被解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克劳奇伫车子被解职进前就出现症状，而且检测是出现阳性。美国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恶化，总共确诊病例破33万，而且有超过9500人死亡。东西区纽约州州长伫简报时表示，过去24小时新增加8317例，加594人死亡。Number of deaths is up. That's the bad news. It's 44,159. Number of deaths over the past few days has been dropping for the first time.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at? It's too early to tell.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美国测试单日有超过1300人死亡，创下单日新高。美国卫生部医部总监亚当指出，疫情程度严甲头次印度港9亿恐怖攻击相比。北京冠状病毒工作小组指出，模型显示纽约、底特律、纽奥良等地伫未来6到7天内疫情可能会达到高峰。宾州、科罗拉多州、哥伦比亚地区也在密切观察。美国总统川普警告，死亡人数恐惊会超过世界大战。 This will be probably the toughest week between this week and next week, and there'll be a lot of death, unfortunately, but a lot less death than if this wasn't done. But there will be death. 今天纽约港口按算接受非武汉肺炎患者海军医疗船安慰号传出5艘确诊病人消息。美国福斯新闻报道，有5到5名患者为贾维兹飞机中心被送进船。另外，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有一只4岁大马拉雅虎验出有新型冠状病毒，是全世界第一只确诊患着武汉肺炎的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全球疫情继续恶化，美国道琼指数伫台北股市休清明连假这段时间大落864点。今日咱台北股市要开盘，压力真大。来看《苹果日报》，清明连假真侪景点人阵吵。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针对11个景点发布国家级的警报，嘛烦恼疫情的摊开。富邦集团就大声宣布讲，休假这段时间有去过这11个景点的员工，对今日开始伫厝内办公12天。新光金矿、国泰金矿嘛宣布讲要对咧做。来看联合报，为了控制疫情，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讲，坐客运车规定一定爱挂水暗。那后一个连续假期是5一劳动节，劳工连续休3天。有公共卫生学者是建议讲，先卖休较好。不过行政院是表示讲，目前无这个按算会照休。这4天的连续假期，真侪观光景点，唔那人真侪，嘛拢无挂嘴暗较侪，而且嘛无保持距离。学者烦恼讲会真做防疫空胖，全建议后一个连续假期卖休较妥当。不过行政院已经宣布讲会照休，所以指挥中心嘛讲未来会针对饭店、夜市做总量的管制，这礼拜就会公布办法。
民眾佇清明連假期間出去佚佗，也予中南部各大觀光景點出現人客人的場面。也毋過有真濟人攏無掛喙甕，也無保持社交距離，提懸疫情擴大風險。面對5月也有3天的勞動節連假，有學者煩惱防疫恐驚出現空棚。如果要維持原來的連續假期風景區或是夜市啦，做這個人流的規劃，空間都要足夠，每個人分配到的面積就是4平方公里。那如果覺得這個很困難的時候，恢復說沒有連續假日這種改變吧。學者建議，若民眾無充足的防疫意識，安尼政府會當考慮5月勞動節賣放年假。畢竟歐美地等地攏因為大量的人聚集，才爆發重大社區感染的症頭，台灣未當無勢力。羅志祥峰對這款的建議也有無同的見解。也是隨着中央這樣子的安排來做這個備貨的準備啦。我也贊成能夠取消。你若安全的話，人們比較容易出來，那我們的訓練單位在辦訓的區塊才敢繼續在辦訓。因為這是國定假日，而且是法定的權益，實在是不宜取消啊！我是建議先用教育的方式來讓大家待在家裡，有正確的防疫的認知，我覺得這部分就夠了。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目前也無調整勞動節連假的考慮。不過指揮中心表示，5月連假將會考慮對飯店大數人數啟動總量管制。未來可能會考量這個飯店的這個訂房數，我們就會去注意跟觀察飯店的這個訂房數達到一定比例的時候，那就會去做一些總量的一些啟動。陳宗彥表示，除了飯店，也會將對夜市甲地方政府討論監視總量管制，執行單一出入口，希望觀光甲防疫會當取得平衡點。記者綜合報道。咱做伙來關心天氣，今仔日明仔載受東北季風影響，北部、東北部天氣較涼。咱來看上新的溫度。今日受東北季風甲華南雲河區的影響，咱全台灣攏有陣雨，也是雷公雨。中部以北有局部大雨。嘛因為溫度較低，水汽有夠較飽甜。玉山佇咧今日透早7點10分是落4月雪。目前呢雪是繼續抑閣咧落，到明仔載鄉親攏有機會會當看到雪。若山頂跌落雪，山腳咱雨會一直落到拜3左右，了後呢水汽會較減，所以只剩東北部會落雨。拜4到拜6有機會會變較好天，這嘛是這陣仔上好天的日子。若今仔日日時的高溫只有18度到22度，有較涼。國際上要緊，咱來關心日本的疫情是繼續在傳。東京都昨昏加143例，創下高一日的新冠紀錄。嘛，互東京即馬確定病例並超過1000例。日本政府要求民眾無必要賣出門較好。日本關懷東京即馬是冷冷清清。武漢肺炎疫情即馬也佇全世界滾價，真濟國家的產業攏小連續停工。也毋過中國是表示講，因的疫情已經壓落來啊。疫情上嘅嚴重嘅重災區武漢，4月初8一禮拜3要恢復對外交通。啊，毋過香港學者即馬較煩惱講，中國復工了後，有可能會出現新的一波疫情。勝利一定屬於我們。離武漢有登解讀封城日子也剩3天，中國媒體發布影片支持。中國官方宣布武漢肺炎疫情確例，初時統計，境內新增加30例確診，有25例境外移入，也有47例無症狀的感染者。新增確診病例30例，其中25例為境外輸入病例，5例為廣東本土病例，無症狀感染者47例。對同步數字來看，疫情看起來控制良好。中國官方媒體也一直宣傳國慶陸續復工復產，不過疫情也在世界各地攤開，想要真緊恢復正常，可能也無遐簡單。這陣廣東當地有出現幾啊層也無找到感染源的確診個案，有香港學者煩惱，可能會造成香港出現第3波疫情。可能香港會有機會完成第2波之後呢，第3波調翻轉嚟又喺內地嚟。而呢個咁嘅循環咧，會一路咁繼續落去，直至我哋有效嘅疫苗，或者係我哋嗰個群體免疫力已經去到60-70%或者70-80%，然後先會停止。就係確診咗28宗個案啦，咁啊數字嘅編號咧就係864去到891啦。咁佢哋嘅年齡咧係16至64歲，呢有23位咧都係有外遊記錄嘅，咁其中有12位咧係學生啦。
即阵香港总计有800多人确诊，而最近新增加患者已经外数日上多。测试团组一个驻守在西九龙总区的警长确诊，也互伫至少有100个8届使用过相关设施的警务人员拢要接受检疫。记者综合报道。防疫大作战，真侪国家拢禁止自集，嘛禁止出门。卫生宣传嘛步数真短，公部门拢有翕影片。印度最近就有一支洗手的影片真红，跳舞的是警察，咱做回来看。6个警察挂喙罨，原来跳舞，原来洗手。印度南部克拉拉邦警察的媒体中心上传这段影片，教民众正确洗手，倒边下骹还有都市水平。这洗手舞成功吸引网友，目前看的次数超过160万次，被分享伫要4万次。讲到防疫影片，就爱欣赏法国政府一支宣导拍打像爱食卫生纸、平粪扫桶，过来洗手挂喙罨的影片，跳到这么水的影片，让人感觉法国人防疫拢真浪漫。还有别人洗手歌，找歌手合作配合古锥动画，宣导洗手挂喙罨，歌词好记，引起民众转载。一个月来看的次数超过2800万次。各有网络红人用这首歌创造洗手舞，让大家拢真爱跳，洗手舞也流行起来。还有艺人也宣导防疫，美国传奇歌手尼尔戴蒙改编经典歌曲歌词，呼吁大家爱洗手。伊让喜剧演员丹尼尔也用默片方式表演花式洗手，防疫受全球肯定的台湾也有家己的一套。除了卫福部大家拢介意的总裁，还有海巡署喜剧的防疫少年团，还有卖影宣导图，也得到网友真大回响，互严肃防疫充满趣味的感觉。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国来关心观光局的员工替主任秘书的后生接机，去为着武汉肺炎，再个为何伊误会后生这件代志，敢有牵涉到接机，敢有牵涉特权，即嘛引起外界质疑。观光局的主任秘书已经互调职降级记大过，那局长周永辉嘛互调职。观光局伫桃园机场服务的员工，因为接机接触滋味学生，致使家己甲幼囝拢畏着新冠肺炎。观光局滋味防执期无请假，欠防疫意识，并且可能有使用特权，互调职降级，并且记大过。此外，定处向顶管探销，为此自请处分的观光局长周永辉也确定访满调局长的职务。作为主管机关，特别是观光局的局长，有监督不周，也有疏失之处。那他也自请处分，那我们也呢经过调查之后决定予以调职，调回到交通部担任参事。周永辉局长手机也交予秘书接听，本人无接受访问。伊发声明强调，虽然这件代志甲伊个人并无关联，也毋过身为局长，中官要安怎认定伊无意见。若讲中官也是社会大众认为观光局爱负责，伊拢担起来，也毋过希望这件代志就此结束。被指派代理的副局长张锡聪强调，即马上要紧的就是协助业者渡过难关。产业的冲击，对观光产业的纾困振兴复苏都是要还是要我们同仁来努力所以会鼓励大家同仁那么还是坚守岗位。另外，即摆接替事件到底是调过于隐瞒，还是沟通不良，造成资讯落差，甚至错误？部长林佳龙定义已执行调查，也表示究这个程度会依据事实调查，互社会一个清楚的交代。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有针对全国11个景点发布警报。中部的日月潭、溪头虽讲人无淹过遐尼济，毋过嘛是有不少人去佚佗。医界即嘛是甲烦恼讲，只要有接触就有群聚感染的风险，所以即阵爱挂喙罨、接洗手。警方甲卫生局人员摕着标语甲放上头，宣导游客挂喙罨，搁较爱保持1公尺的社交距离。南投溪头的游乐园，连假期间涌入不少游客。游客讲，虽然知影爱自我保护，也毋过要保持距离，亲像有淡薄仔难度。会保持安全距离。去那边，也会戴口罩吗？对，
都会戴口罩。另外，伫月潭连续假期游客人数比往年少5成，也毋过也是有不少民众出来透气，随身的防疫物品也袂当少，也拢尽量保持距离，也是维持伫室外。也毋过连续假期各地拢出现真侪人，虽然疫情指挥中心对11个景点发出警报，休假最后一天各地也渐渐恢复正常。也毋过医师指出，就算是伫户外，只要是群组都有风险。挤来挤去碰触的过程中，这个病毒就碰到我们的身上任何的部位，包括我们的包包或者手提袋等等。那回去之后，因为它可以在表面存活很久，回去之后还是有可能沾染口鼻，造成感染。医师指出，这11个景点只是原则性的规范，不过其他的景点人也是非常的多，只要是人的接触透过空气媒介，都有感染的可能。连假过了后，医师烦恼可能会出现另外一波的确诊高峰。应该会。其实这是很担忧，因为群聚就等于风险，等于案例就会提升。不要轻易觉得说，台湾很 OK 没事，或是这些都是好朋友，我们就没事这样。王市长指出，民众大部分拢认为，一寡确诊个案拢甲家己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连假出去佚佗机会增加。也毋过，却疏忽景点人员的复杂性，而且只要是人多就有风险，呼吁也是袂当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意大利的新妇李玉石来台湾奉献将近1甲子，伊创立宜兰劳动圣母病院，因为这阵啊，伊的故乡意大利疫情是真严重，而且当地医疗资源嘛真欠，希望外界会当斗3工，伫咱台湾募款无到5天的时间，就募到1000万，互伊真感动。83岁阿嬷摕辛苦排队买着喙安挂到宜兰劳动圣母病院，要捐予意大利籍的新妇吕罗瑟。因有困难咱来甲帮忙，我是小事，我一事啊。这位卖菜阿嬷一工只赚150，伊将家己1礼拜所赚的钱，甲8片喙安全部捐出来，因为想要回报新妇伫台湾奉献超过半世纪。800块啊，8个口罩哦，真水的手机。武汉肺炎重创意大利，吕罗瑟新妇真关心故乡。伫4月7日向外界求援，消息一出来，无到5天，就有超过2500笔的善款，总共超过1000万。李神父为我们奉献我们宜兰地区这么久了，那我们举手之劳。我代表他们向你们谢谢，他们要想到台湾会对他们那么好。台湾人的爱心新妇全部收到啊！募款继续到15，募集的善款甲物资会伫合法管道下帮助意大利第一线医护人员。记者综合报道。有研究显示，讲武汉肺炎的病毒会使伫钱、银角仔甲玻璃顶面活4点钟到1礼拜，所以乡亲一定爱接洗手。若无去吸到病毒，唔知影怎样去摸鼻、摸目睭、摸喙，安尼有可能就会受感染。过来出现头一个商店店员确定话着，伊在上班期间有大喙暗，不过由店员真接结效。加上最近有研究显示，武汉肺炎病毒伫纸票、动身啊、玻璃甲较光骨的桌面以及木材顶面，用活4点钟到1礼拜时间，一旦若是无定定洗手，伊佫吸到目睭、喙鼻啊，就可能会去握到这个病毒。新冠病毒它的主要传染途径就是飞沫跟那个接触传染啊，因为我们那个商店的店员触摸的物品会互相交换，所以间接接触传染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所以在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去预防接触传染。伫清明连假时间，各来各大景点人拢真多，以为是真侪人拢无带喙暗，也无互相离较开的，然后各界真烦恼。连假结束了后，恐惊会有疫情爆发来到另外一个高峰。担心的不只是无症状感染者，是所有轻症或重症的感染者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出现？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大量的民众出游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个群聚的关系产生一些感染的病患？随上最近有愈来愈多个案拢是伫厝隔离检疫期满了后，家己看医生才确诊。指挥中心的要求，伫厝隔离检疫的人隔离期满了后，搁再增加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上紧对初5起，会在隔离检疫第13天的时阵，发简单的信息提醒即阵才伫执行伫厝检疫，也是伫厝隔离的人，来看一个检疫期间是不是出现相关症状。若是捌出现落屎，也搁有鼻无味、食无味这症状，爱赶紧来通报。记者综合报道。
受疫情影响，经济嘛受影响。行政院已经通过纾困2.0的方案，讲要摕1条救台湾。不过，真侪基层劳工讲看会到食袂到，有几下的基层工会开记者会，希望政府降低申请标准，照顾基层的劳工。真侪基层职业工会理事长做伙发口号，希望政府会当听到因的诉求。因为行政院通过1条500万的纾困2.0方案，补贴条件真严格，呼吁政府应该要甲标准放松。我们目前它原则的规划是补助员工薪资的40%，可它有限制不裁员、不减班休息。那可是站在我们整个产业来讲的话，消费者进店的状况来讲的话，你要求他们不减班休息，那我100个人在那边等一桌的客人，那老板怎么可以经营下去的？劳保23800块，那事实上我们这个行业最需要补助的人呢是在哪里？因为他们到上是在保在28000到3万5左右，这些最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年资到市场都已经工作的部分到上5年到10年以上了。疫情冲击各行各业，真侪劳工必须要放无薪假，阁有袂少中小型的服务业劳工是临时的契约，无固定的头家，嘛有人是家己做生意，收入无稳定。但是申请补助的条件真悬，互因感觉真困难。民众党出面协调化话，希望政府莫把这基层职业劳工放袂记。劳保等级里面最基本你就是要投到23800，那它的门槛写成23800以下。好，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明天会立即了解它的这个设定对象到底是怎么样的算出来的。赖香伶指出，会伫1个礼拜内底甲劳动部面对面协调，嘛认为如何互纾困经费看会到，嘛摕得是行政院的责任，嘛还有民众了解如何申请，该当协助产业各有劳工渡过难关。记者郭灿华报台北报道。地方放上头，镜头来新竹，咱的科技产业要升级，科技部正在进行科学园区的扩建甲开发计划。其中，伫新竹科学园区第2期的扩建计划内底，要征收私有地91公顷，牵涉到500外的地主。因为红征收的土地毋是资本的范围，所以地主对补偿甲安置有疑虑，按算作自救会来控证。拒绝征收，拒绝征收。最近这几年以来，新竹科学园区用地已经紧绷，为着解决台积电3奈米研发厂房的用地需求，竹科管理局开始宝山扩建计划。第1期已经征收土地32公顷，接落来今年佫开始第2期的扩建，总共要到91公顷，范围内底包括农地、林地、大商用地等等，牵涉的地主有500外人，嘛引起当地居民的操烦。毕生的心血投在这里，想要圆一个梦，结果这个梦就。为了台积电一封公文，那科管局一封公文，我这个梦就碎掉了。第2期征收范围包括竹科特定区以外30公顷的土地，有一寡民众的厝才打起好，所向去互通知讲爱征收，居民组成自救会，质疑政府是安怎爱征收特定区以外上重要的主体，还佫有农地的部分。你应该是难开发的区块，不平的地，你们政府应该使用你们国家机器跟公权力。来做这个开发，不应该用国家的机器来找我们老百姓已经开垦好、已经开发好的土地。竹科管理局表示，原本特区范围内底有真侪土地是山坡地，无适合厂商来起工厂，所以有一部分的土地无位伫原本特定区的范围内底。以一个园区的扩建，我们当然优先是考量会在原来划定的特定区或者是保护区的范围。可是因为厂商的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个建筑基地量产，它的区块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按我们这样切。因为居民针对征收的范围也是有真侪争议，管理局表示，宝山第2期扩建范围未来可以做一寡调整。科技产业一直扩大，巨大正义甲土地正义敢是变做牺牲品？宝山扩建案会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记者综合报道。要保护环境，咱来看南投草屯有社区是饲鱼仔来种菜，毋若替社区的时代加菜，加上这社区资本中园的菜园啊，所以即马社区的时代拢会当食到健康佮天然的食材。社区阿嬷在讨论安怎照顾即寡柑仔蜜。互因紧熟，挺好摕来食。这是南投草屯的富庶社区所搭的鱼菜共生系统。若饲老鱼，搁通种柑仔蜜。这土马豆嘛家己种的，
啊，好多无西药啊。啊，因为阮主要吼，阮的时段吼，伊拢是务农的吼。啊，阮即摆吼，就是种植迄小番茄啦，啊，伊平常来是用来看，吼，看伊的生长的过程吼，对伊来讲嘛是一个疗愈啦。社区申请的这座鱼菜共生系统，平常时拢是由社区的照顾服务人员在管理，除了请老师指导爱安怎种作。社区的阿嬷三不五时嘛会到顺头看买，因为种出来的菜会使伫社区据点中昼共餐的时加菜，或是多食到天然佮健康的食材。也会寻一下过滤桶里面是不是会太脏，会影响鱼，还有是不是不适应。看阮的供餐都是阮的鱼仔嘛，是阮社区家己自主的。阮的蔬菜，阮如果有阮有迄阮的菜园，吼，啊，佮阮的水果。因为政府补助的资源有限，社区爱家己想办法找资源，才通永续经营。有输社区，毋若有家己的菜园，即马阁有鱼菜共生的系统，互社区的资源扩大，嘛造福在地是大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后里的赛车场最近在园区内底有一个中台湾第一个儿童交通安全教育馆，内底呢有真侪道路，而且这个场馆嘛经过国际汽车联盟的授权。园方是希望讲透过实际体验，让囡仔会当熟悉交通安全。一寡囡仔坐伫会当驶的细只轿车顶面，毋但爱安全驾驶，阁要遵守涂骹的标线和路口的号志。这是台中后里的赛车场，透过模拟实际车路，要让囡仔从细汉就通了解交通安全的重要性。转换一个角色，当他在开车，他应该怎么样的注意各种的安全？为了推广正确的道路安全知识，这间赛车场特别和中华车会合作，同齐打造这座800外坪，而且是台中头一座的儿童交通安全教育馆。更有得到国际汽车联盟 FIA 所授权的教材，耗资将近4000万，也筹备了相当时间。除了各位看到的硬体以外，那么我们会引进世界测绘 FIA 的相关教育、交通安全等等的资讯资源。在专业讲师的带领之下，让囡仔哪赛车、哪学交通号志，用认真的态度面对各种的状况，做出正确的反应。期待这一个示范场可以变成我们全国小朋友学习交通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场域之一。这个课程是规划予5岁到9岁囡仔参加。在完成所有的道路课程了后，因会摕到一张儿童的驾驶执照，希望透过哪算哪学的方式，让囡仔了解交通安全的观念。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即马咱的油价是创下17年来上低。中油是宣布讲，今日饭店开始，汽油、柴油拢落价。国际油价继续跌落，中油是宣布讲，对今日饭店开始，汽油每公升是落9角，柴油是落1块。这是3月初2以来已经连续第6届的落价，而且汽油的价数是创下17年半上低。咱镜头来屏东的朱天宫，这几年拢在推出侪的文创商品，望讲宗教会当搁较搭紧咱的生活。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滚价，庙方是推出妈祖婆挂喙暗的红仔，要提醒乡亲爱做好防护。一身妈祖婆红仔踩伫庙里，逐身都笑甲目睭微微，看起来不遮古锥。毋过，真少甲看，遮个妈祖婆红仔面顶乃拢挂一块喙暗咧。武汉肺炎的疫情蔓延到现在，我们庙方就决定，我们应该要提醒民众要有防疫的观念，所以就跟文创公司研发了一款全台唯一的防疫 Q 版妈祖娃娃，提醒我们的信众要有防疫的观念。原来这是屏东归来朱天宫的用心，现时武汉肺炎滚价，庙方专工设计面挂喙暗的妈祖婆红仔，逐身红仔拢搁带一罐细罐的酒精，就是要提醒民众着甲防护做好势。我觉得很棒啊，因为就是还蛮贴近我们生活，而且他们把那个妈祖戴上口罩，就是刚好可以因应现在的肺炎，就是还蛮时事化的，然后也可以提醒大家戴口罩，表示说我们真的要警惕自己，一定要戴口罩。受武汉肺炎影响，妈祖绕境的活动毋是延期，就是取消。屏东归来朱天宫嘛取消足收的活动，改推出挂喙暗的妈祖婆红仔，呼吁民众防疫时间也袂使放冷，嘛望宗教文化更加瓦紧咱的生活。
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政府已经规定讲坐大众运输一定爱挂喙罨，这是对大家拢爱坐大众运输的食头路人，也是学生囡仔来讲，2礼拜即马敢来当领着狗的喙罨，看起来敢若无啥够香。即马指挥中心昨昏就教民众讲，会当用电锅来打喙消毒，或者喙罨会当用3天到5天。这个内锅架放进去，内锅架啊，不是，这个部长没有煮过饭哈。将地锅的架啊放入电锅，佮将喙罨甲内锅斗阵放入去，冚挂试开关，伫厝内底操作简单的电锅打喙消毒法，好一片喙罨应该用3到5摆，而且喙罨细菌过滤效率也是维持99%趴以上。大概3分钟左右，它会这个开关就会跳上来，然后之后我们再等5分钟。那这样子对于我们口罩的一个消毒处理，其实就已经完成了。要为喙罨消毒增加使用次数，指挥中心强调，电锅的外锅千万唔通加水，安若无对影响喙罨的静电层。另外，也无建议全酒精或者是其他单式的消毒方式，才会降低过滤效果。放水这个其实会影响到我们那个口罩它本身的静电层。那同样的，一直都有朋友们问到说，那我用酒精来消毒好不好？其实也不好，因为静电层会受到影响。其实早伫4月7日开始，行政院科技政务委员陈峰也翕无共款为影片，向大家大力宣导电锅打喙法。喙罨舔开，放伫内锅，这是原味的免加水。电锅的开关切落，顺时钟行8分钟，加电锅盖掀开小火冷，会当重复使用的喙罨就完成了。简单动作就用互喙罨重复使用，毋过指挥中心也提醒，假使喙罨有垃圾或者是破气，就无适用电锅打喙法。假使有呼吸道症状或者是慢性疾病甲出疾病的人，喙罨也是用1摆就平掉较好。记者综合报道。无同的季节，无同的天气，天顶的云拢有在变化。艺术家李学古就以观察大自然的景致，画云甲云的千变万化拢画出来。好天的云、乌阴天的云，各种无同款的云，拢伫艺术家李学古的画笔内底，真做是一幅一幅的油彩风景画。虽然画是固定的，不过面顶的云看起来亲像是有咧行。李学古介意画大自然四季变化的景致。这道伫屏东美术馆所展出的是上新的云甲土地的歌系列的创作。我就利用后面那个云，来表达一种好像教堂里面有一个声音，家己做一个云，表达我对这个物件故事的诠释。李学古正意向伫咧旅游的时阵，向大自然来找灵感。伊讲垦丁两盘公园正旷阔，景致正特殊。伊创造一系列的两盘的云来呈现屏东的水。龙芒公园迄个地形地貌啊，按屏东小高水，所以我作想要有一个想法，是讲要按屏东水的所在介绍给大家知，所以我2020这系列东西都为龙板公园遐产生的一个灵感。这边李学古所展览的主题是花蔓，呈现伊浸伫咧大自然内底所得到的体验，甲心内感受，甲环境相连。伊嘛邀请大家来看展览，伫咧无同的风景内底散步。记者综合报道。伫花莲秀姑峦溪边仔有一间学校，这间学校教的课程拢是用阿美族的族语，而且即马嘛有教出成果。囡仔毋但是行出学校会当认捌大自然，嘛搁较踏进传统部落的文化。中昼长时间，囡仔用阿美族语感谢自然的事物。换来部分食材来自早起劳动，甲一般学生伫教室内读册无同。位伫秀姑峦溪河边的普勒南曼河边学校，
带着囡仔行入餐园甲溪边，用大进生活方式传承族语甲文化。现在上了文章，阿家上了好啦，他米不用讲。客家名评论人们意思是合适空间，而且囡仔大人用阿美族语讲话，用部落精神对待自然。我们部落的人没有很聪明，但我们的人他还是有温度的。我也很害怕我们部落赚太多钱啊，当太多钱之后，就会以为这土地是我的啊，我拥有一大片土地，我拥有一片山呢。然后这样会提醒我们是属于这块土地。农历年前，和平学校举行第一学期的结业式，囡仔学生肉掠鱼，甚至煮饭。上重要的一环就是参与部落特有的仪式。像我们今天仪式就是把个浪嘛，就是婚丧喜庆、好事坏事，然后到一个阶段，我们准备要结束了，那我们就来到河水这边，然后意思要让河水洗涤我们心灵，说没有，就是好事要停止了，然后伤心的事也要停止了，因为还是要过接下来的生活。学校透过传授生活经验，教囡仔尊重土地，学晓分享，了解共生，这寡拢是历代族人淬炼理性的生命智慧。记者综合报道。研究历史文化的学者吴传安，因为爱讲故事、爱分享，伊嘛伫网络写真侪文章，所以是有名的作家。也毋讲是台湾台新闻界节目，要带乡亲做来看人文学者对台湾社会的观察甲关怀。吴传安是中央大学中文系教师，伊伫咧中文系开的课，所谓时代读甲写，内容真对着时代，是少年学生真捧场的热文。100多人的大班课一开出来，马上就互全校的学生选甲满，较班一寡的人就选袂着课咯。我的课吼，甲以前中文系较无共款的是，就是内容吼拢共款，但是阮即马的这网络时代，阮用阮看手机啊，阮看电脑，阮看即个电脑面顶的物件，较少人咧看报纸。但是即马伫网络还是用阮手机仔咧看的时阵呢，内底的内容呢，甲以前较无共款，内底的内容阮爱较有趣味，爱有人有兴趣，安尼大家来点进去看，点进去看，伫即马网络时代点进去看的，恁若分享是足紧的，有时阵1点钟就1万个分享，大家拢看会到。毋过讲出来，互人真意外。伊伫咧加拿大读博士的迄几冬，主要是研究历史学，而且伊去大学教册进前，已经是真出名的网站，故事写好所有人的历史的主编兼作家。伫咧做主编迄段时间，佫写了真侪本文化观察的册，自日本写到加拿大，按好食物写到都市的地理甲历史，大本册拢卖甲写叫。像伊即种面对网络的能力，中央大学文学院长有真好的观察。传统文化四书五经拢爱读嘛，但是这物件读了是要创啥？这点是足重要的。这物件读了应该会当运用嘛。你要运用，毋是运用伫现实的生活内底去提升家己的人格另外一部分更较重要就是讲，伊是毋是会当改变一种方式去表现？你若改变一种方式去表现的是，伊原生遐的物件就变做一个足重要的资产嘛。遐资产会当用现代化的方式你讲，咱今日讲网络。其实吴传安一直咧做的代志，就是讲故事，分享所见，甲代志变做一件一件趣味的故事。为着只是想要甲人互相了解而已。记者刘铁河、林坤明综合报道。伫真侪所在，因为医疗资源有争差，即摆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中国有业者全推出线上免钱的医疗咨询的服务。伊是请300个专科医生，透过网络甲电话，替无法度去病院，互医生看的民众来服务。伊正月份开始到呾，已经服务几啊百万人。办公室内底，即顶穿白袍的医师，大家拢挂嘴烟，手头的工课是有够多。这是中国电商业者行动公司的总部，内底100多位专职医师，等于无用接民众的咨询电话。
不管是线上也好，线下也好，其实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都是给患者提供诊疗服务。伫京东下骹的京东健康公司资本的业务内容是咧做药仔的小卖，不过因为即届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有真侪都市拢封城，居家隔离的民众增加，互民众无法度去病院检查病症。京东把握即届开发客户的商机，聘请300位专职医师，采用线顶免费咨询的服务方式，用电话甲电脑，透过民众提供的资料甲旅游史，协助民众了解红病毒感染的可能性。新冠病毒肺炎的这个患者的症状和流感其实是很难鉴别的。那我们会通过他的一些流行病学、他的症状、他的那个血常规的结果，包括他的一些胸部影像学的结果，综合来给他判断。另外，过去武汉肺炎疫情炭烧，牵连到伫海外的华人，常常向其他国家的居民歧视。京东除了提供免费咨询，佮加一个针对外国人佮海外的华人付费的咨询平台，支援海外的华人线顶问诊，按算伫疫情受控制了后扩大发展。新冠疫情是一个社会性的现象，它不是个人造成的，它是一种大面积感染。对京东来讲，这个免费服务也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因为这个已经不是你去考虑。在这个疫情里面去考虑你能不能够得到商业利益的关系，因为它是个全社会的问题。除了专职的咨询医师，京东嘛找全国的医疗机构，超过3万多名医师兼职，协助解决民众的问题，正做是线顶上大的医疗体制。在过去的2个月内底，已经替超过100万的人进行问诊。记者综合报道。线顶会当问诊。看线顶嘛会当教学，即马真侪国家、真侪学校拢停课，囡仔留伫厝内，变啊消透囡仔的气力，消磨囡仔的时间。英国就有一个网络红人，伊嘛是健身教练，伊专翕影片教人跳体操，逐工准时推出半点钟的影片，吸引侪人、大人囡仔拢对咧跳。Good morning, everybody, and welcome to day number 1 of my PE with Joe. 乔威克斯是英国有名的网络健身教练，顶礼拜伊巡回学校教学活动，因为疫情被迫取消了后，伊就倒去国民体育老师，逐工一早9点伫 YouTube 推出半点钟的健身教学，邀请停课踮伫厝内底囡仔，对伊斗阵活动筋骨。This is all about me trying to energise the kids. Get them feeling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and so that when the parents go down to sit down and do some educational, academic stuff, they've got the mindset to go. Come on, last few seconds. 乔威克斯先带囡仔做健身运动，佮进行其他伸展动作，压腿、踢脚、跳的，核心骨、苦力有劲，无需要任何的器材动作，难度不悬，也袂无聊。影片推出了后，意外受到囡仔欢迎，不少大人也斗阵加入运动，疏解压力。为家长对伊伸出援手，减轻家长带囡仔压力，表示感谢。There's just so much negative stuff on the media that I just want to break away from that.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e coronavirus or quarantine. I just want to talk about making you feel good and how we can talk about something positive. 健身教学推出短短3讲度，1260万人次的点阅率，而且影片也佮红甲全世界，美国、澳洲、印度、中国佮香港拢有追随的人。伊个人 YouTube 频道订阅人数也有200万人。伊表示，伫学校停课期间，会继续担任免付钱的线上体育老师，希望大家斗阵运动，提升免疫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日讲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20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3度；外岛的温度是12度到2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